陪你閱讀，陳培德牧師同你遊走書海，想你愛上閱讀，邁向成熟。今集節目當中要介紹嘅好書係程奕君牧師嘅新書《夜光》，子標題叫做《耶穌家譜女性的冒險旅程》。呢本書係繼佢喺11年前出版咗另一本書叫做《藏書票嘅秘密》，後來呢本書再版嘅時候呢，改名叫做《舊約會說話》，係一本手法相類似，引領讀者進入耶穌家譜去探秘嘅著作。作者佢藉住一個華人女性嘅視角同埋立場，用交織嘅文藝手法，將耶穌家譜當中5位女性人物佢哋嘅故事穿插敘述，包括咗他瑪、拉合、路德、拔士巴同埋耶穌嘅母親瑪利亞，運用佢熟悉嘅舊約聖經背景知識，將每一個故事人物活潑生動咁講出嚟，吸說住讀者對呢5位女性靈情冒險家嘅神奇生命見證嘅目光同埋興趣。全本書除咗首尾嘅序曲同埋中曲之外，總共分為2個大部分，分別起咗標題叫做醜聞同埋永恆嘅山丘。每一個部分有6章嚟到去組成。作者係用設計訪問嘅方式，就係透過對瑪利亞嘅訪談，讓耶穌家譜當中嘅女性人物，包括正話所提嘅他瑪、拉合、路德同埋拔士巴，逐一嚟到去讓佢哋登場。呢啲嘅人雖然都唔係完美，甚至係富爭議性，佢哋係當中有係猶太人以外嘅外邦人，或者係感覺佢哋係毫不重要嘅，但係佢哋卻係能夠躋身喺耶穌基督嘅家譜當中，而且係缺少不得嘅一啲關鍵人物。呢度清楚說明咗福音嘅真諦，就係人人都可以離罪稱義，活出神眼中有意義同埋獨特嘅生命。情節係非常之感人。作者程奕君佢係出身喺台北嘅60後，佢喺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畢業。大學3年級嘅時候，佢第一篇嘅小說創作獲選為幼師文藝金獅獎嘅徵文大專組優勝作品。大學畢業之後，佢任職書籍嘅出版同埋雜誌企劃編輯，佢又做過影音嘅文宣、學生工作、聖經教師、文字創作等等。佢係曾經喺中華福音神學院完成佢嘅神學進修。佢嘅第一本長篇創作小說就係前面提過嘅《藏書票嘅秘密》，出版之後就榮獲咗2002年湯清基督教文藝獎文藝創作組嘅年獎。當時評審對呢本書嘅評語係：舊約時代嘅人與事，現代嘅人與事，兩者有何關聯？程奕君嘅藏書票嘅秘密，嘗試給讀者一個真實嘅答案。原來舊約時代與現代不是兩道永不相干嘅平行線。程奕君嘗試為呢兩道線嘅交匯點寫一個有趣嘅故事，
透過一枚寫住新生命嘅藏書票，讀者可以隨住書中嘅主角經歷舊約時代嘅種種。呢本書嘅文情理趣兼備，文字暢通流麗，最難得嘅係情思新穎活潑。主角黃順輝嘅舊約之旅，無疑係作者主觀想象情節，但又係處處與舊約史實離縫貼合，絲絲入扣。作者希望透過現代處境觀點嚟探討舊約信息嘅現代之應用嘅想法，貫徹全本書，主線明確，焦點集中，係以評審委員一致嚟到推薦。呢本書最近亦都係被新加坡嘅遠東福音廣播改編為廣播劇嚟到去播出。夜光係作者程奕君醞釀咗10年之作，精彩可期。期間佢對於馬太福音起手嘅所記載嘅耶穌家譜嗰個長長嘅男性名單當中，竟然出現咗5位女先祖佢哋嘅名字，而產生濃濃嘅興趣，深感意義非凡，係寫作嘅大好材料。創作期間佢歷盡咗好多內外困迫煎熬，人生歷程轉變，殊不容易。呢個係一本你一旦攞喺手上高翻閱就唔捨得放落嚟嘅好書，我誠意推薦。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